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全台唯一的客家渔港永安渔港。在地居民说，这一带的客家人不只是农夫，也是渔夫。我想请杨船长跟我说说这个生活方式的由来。杨船长，我印象中的客家人都是以住在山上居多，然后以山为居嘛，很少是以海为居的。为什么这里会成为唯一的客家渔村？这个是早期阿公那时代哈，在新屋这一片哈，就是很多的客家人在这里就在制作这个农作物，后来呢才从事这个渔业。那这边以前早期是以农业为主，还是以渔业为主？以农业为主，渔业为辅。后来呢，就建一个才建造这个永安渔港。永安渔港还没盖好以前，船长的爸爸会把小船开进来，停在木麻黄树下，而这个渔港则是爸爸年轻时由在地人挑石头建造而成。杨船长说，他的船就停在岸边。背包客来到渔港，一定要上船看看。杨船长，捕鱼算是一个很深的学问，因为像它有很多的鱼啊，捕鱼方式，然后鱼也有很多的品种。我是想了解一下，这里的客家人啊，都是捕什么样的鱼居多？我们这一年四季的鱼哈，也有不同的鱼的种类，什么鱼要用什么网具去抓，所以我们这个渔港啊，全台湾省是最多网具的一个渔港。我是有听说有一个渔民跟我分享，就是以前他是没有天气预报的，所以他们都是用听海的声音来判别能不能出海。对，这个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明天要坏天气啦，今天那个北边啊，它那个浪脚会让声音会很响亮，表示说明天就会坏天气了。还有一种就是说，看天上的星星有在砸的时候，表示风还没有停。如果那星星没有在砸了哈，表示这个气候要停下来，风要停下来。其实这是做渔业的这种特有的智慧。对。新屋滨海的客家庄，在农闲的时候捕鱼，渐渐熟悉海洋环境与天气，最后形成难得一见的客家渔港。这种不被环境限制，到哪都能适应的精神，让我相当佩服。